因为方面影响，这南投仁爱乡山区落大雨，溪水涨悬，昨就传出讲有民众掉伫咧溪中，请消防人员救索啊去救。另外，伫咧二万大游乐区的对外道路嘛发生崩山，公路安全这园区是暂时无开放。上大雨溪水岔漏，一个查甫人掉伫铺轮，消防人员甲索啊约好，准备要带伊渡溪。对，用力拉，让它有没关系。南投县仁爱乡初五下晡开始上大雨，16岁细念的查甫人掉伫惠顺林场林道13公里九线溪铺轮，被消防员去现场抢救，先后穿救生衫、戴头盔确保安全，尾后用要点半钟才甲救就完。细念的查甫人佮家己身体无问题就离开啊。约下午4点钟到达现场，发现一名老翁受困于沙洲对面，分队同仁呢立即架设绳索系统，6点左右将老翁成功救出。那老翁无明显的外伤，然后自行离开，拒绝送医。受到风面影响，南投最近常常第一时间来上大雨，其中山区上明显，二万大国家森林游乐区连外道路几日发生水崩山。气象署统计，二万大甲惠顺测站最近2日雨量超过100毫米。近日大雨影响，阿万大园区虽然没有受损，但是连外道路有多处泥流发生，为抢修作业。修园到3月7号。南投林业分署强调，连外车路虽然已经抢通，不过山区直直咧落雨真歹时间，为着出入车辆的安全甲时间效率，决定二万台要休甲初7，已经订房的民众会当全部退钱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